遮国民党，人讲强的惊强的，强的惊，强的惊勇的惊强的惊无天良，无天良惊身体无正常的，这党是毋是身体无正常？各位咱是关于当然甲你讲，咱搁欠我交问阮这个水果200块呢吼，搁差你1张哦，搁差你1张。如果咱这个把尾也无过，后抓国民党，拄则嘉佑你讲的7分3迄个徐小新，迄差一款的，我今问个300天啊，300天来讲要引进中国的迄个建设，引进中国医生，杨琼英，你即区的要求讲中国的学生来台湾读册拢免限制，各位内心讲话几多团委，咱讲我山班我南南岛吼，我听歌死听说，我低调死以后啦。咱国民党是以前国民党上届就讲反共，即摆伊到要反共，傅昆萁会记无？要引进中国来批东部的黄卡甲高速公路，顶个月往里部分缅甸甲曼谷大地当然因卡咱马甲注意的，但是曼谷有一栋中国大陆中国公司起的，叫倒地有记哩吼。